我呢，成功的经验呢谈不上，但是呢，跌倒呢、挫败呢、头破血流的经验倒不少。所以呢，就想跟大家在这一方面呢分享一下、交流一下。然后在场有很多长辈，或者是在讲讲嘞，在教育或者是学习上，或者是养儿育女方面呢，比我更经验的长辈都有，所以大家就可以待会再交流交流。OK， 首先我还没有谈成功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失败或是挫败。很多时候呢，我们注意到的就是不管是新闻媒体，或者是你在书店看的一些书籍，讲的都是成功人士他的生平、他的介绍，或者是成功人士的故事、新闻报道还是电视都好。反而你看关于别人谁失败了、谁跌倒了，然后他怎样从失败中走出来，这样子的经验反而少。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看到呢，就是大家会很注重那个成功，然后很多人可能以为有一些人就是一夜之间成功的，你以为今天就是他没有走过太多坎坷的路，或者是跌倒跌得太多呢就成功了。其实很多成功人士都会告诉你，成功不会是一夜之间就成功了，只是你后面没有看到他还不成功的时候的日子和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还是会有这样子的一方面的报道呢，就是一些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自杀了，就是因为可能就是考试的压力，或者是课业的压力，或者是甚至是成人承受不到生活上的压力，或者是别人对他，或者是家人、社会对他的一些要求，他在精神上是崩溃了。这样子的报道基本上还是会的，我们还是会看到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我们未必可以说这些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啦，逆向思维的话，他们是不成功的。我们只能说他还没有成功，他只在成功的路上。然后我们大家都是在成功路上，所以你还在追赶，你还没有成功。当然，如果我们等下会谈，就是成功的定义很主观，每一个人对成功的要求或者是标准都不一样。刚才我讲到就是你今天自杀了，或者是有人崩溃了，或者是他今天是个高材生，还样样都行，但是为什么一点点在感情上的挫折，或者是朋友拒绝了他，然后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就关系到我们在不只是父母，或者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学校，在教育孩子的时候，甚至是我们自己成人，我们只学习，我们要达到那个目标，但是在达到目标之前，那一个路上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挫折，或者是伤害，或者是需要学习的一些达到成功的要素，可能我们没有让他们装备他们，没有让他们具备了这一些。我现在要给大家看一个这个 slide， 可能有人是见过他的。他在2011年的时候去了新加坡这个医学的讲座，就是牙医学院，就给他的学弟和学妹讲了一场讲座。那时候他刚刚做了一个化疗，他只有40岁，但是他4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他已经是驾法拉利，他是一个医生，但是他选择了最赚钱的那一个行业，在医学界里面，他做整容科。你可能不会花钱去开刀去一个肿瘤还是什么，但是如果你说今天我要注射Botox还是什么啊，你花5000、10千什么就有人做，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最好做的，所以他选择了那个行业。所以他在40岁那一年他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他叫 Richard Teo， 他姓张的，他就在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候。他每天他有很健康的，有去健身啊，有运动啊。虽然他是驾法拉利的，住别墅的，他就去身体检查。有一次的例行的身体检查，就发现他中了肺癌，而且是第4期。然后医生问他，他就问医生：“我还有多少天可以活？”他说：“不会超过6个月。”
他说他不会超过6个月，所以他在那一个时候从不能接受到接受之后，当然他就选择了信仰，他选择了有一个信仰基督教，然后他就开始回想他的人生。之后他就觉得他可能要做一些东西贡献，做一些有意义的，因为他在他做医生的那一生的40岁到40岁那一天，他觉得他自己都没有做太多有意义的，可以真正利益自己、社会或者是长久的东西。他在那个大家可以上网看的，很出名的这个 case， 因为他一上网放 YouTube 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是2011年的时候，放上去的时候几乎是整个网络红到完，他一下子，最后还是一个红人，在他临走前，他讲座2011年、2012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也就是肺癌去世了。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今天站在人生的巅峰，但是你有 Ferrari， 你有别墅，但是你不可能抱住你的 Ferrari 睡觉，你的 Ferrari 也不能帮你减轻身体上的痛苦。这些东西都在你痛苦的时候，他没有帮到你一点点的。然后他的那一个领悟就是，他讲，如果我今天可以重新选择，我不会这样子做医生，我不会这样子过日子。就是他做医生的时候是道德还是医德，他是放在一旁的，还是出名的，他还是有钱的，所以他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他可以重新选择，他是不会这样子做医生，也不会这样子过他的人生，因为你把他的人生就放在事业上。然后还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是社会的典范。他一开始讲的时候，社会上认为今天所谓的成功呢，就是有钱。他讲我做到了，我不管什么文凭应该有的奖学金第1名，他全部都有了。他是一个典范学生，是一个好儿子，然后在医学界他又是一个典范。但是你的荣华富贵对他来讲，对他走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不要讲让你起死回生，可能让我今天不要这样痛苦的，因为你是有癌症，然后你又做化疗，你可以知道那个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痛苦，他没有办法减轻，一点点都没有办法减轻，所以他才会讲你没有办法抱住你的法拉利睡觉。这个是他的新闻，他去世的时候。他就是有这样子，所以你讲，一定是有一些原因，这样子的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然后最重要，他讲到了真正的成功不一定是有钱。然后下来我们会讲，真正的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很主观的，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看法啦。讲了成功的过后呢，我现在会讲，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成功的过程。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像今天，比如成功是一个目标。就是终点 ，OK， 这边插了旗是终点，然后你今天呢要跑到成功这个点上面，你的妈妈、你的爸爸，或者是社会，或者是你的老师、学校告诉你，你去补习，你考100分的话啦，如果今天成功的你的目标定在很简单的是考100分，你去补习，你去买作业来做，然后加强这些东西，然后让你得到100分这个目标。但是那个过程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学校忘记告诉你一样东西：你跑去终点之前呢，可能你会摔倒，可能你的同学会推你、嫉妒你的，或者是本来是你的好朋友，发现你跑在前头，把你推倒了，然后你跌倒了，你不只是身体上受伤，你心灵上也受伤。或者是你学习的时候，你发现你不能专注，因为你还我想要玩耍，我想要去玩一下电子游戏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不能专注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然后成功是不是我今天我已经花了3个月补习了3个月，我发现我还是好像掌握的不是很好，我必须有信心考100分，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是不是要坚持多3个月？还是其实我不行，我这个目标可能要改，不能拿100分，要改成80分还是70分？很多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这个过程的东西，他只是叫你达到这个目标，然后没有
告诉你，或者是缺乏，可能有讲，可能没有很大的帮助上。很多人专注点都是在这个终点罢了，跑到终点，怎样跑到终点 ？OK， 今天考试出来了，那100分我没有拿到，然后我妈妈就讲啊，我已经送你去最贵的补习班了，然后买了多少钱的那个补习作业给你做，花了多少时间陪你，为什么你还是没有考100分，你只考了60分回来？在那个情况的时候，父母本身他不知道成功那个你会遇到的挫折，他自己可能就是面对不到，他也未必能教他的孩子面对到，所以很多时候那一个过程可能比达到那个目标还重要。只要这个过程的东西你处理得来，需要的要素具备了，你的需要的坚韧、耐力、毅力具备了，然后要面对的心理上、情绪上，因为你挫折的伤害，你有办法处理了。这一种东西，挫败来临的时候，你要怎样看待？竞争的面前呢，我是不是一定失去友谊？这些就已经超越拿100分了，发现简直就不是一个100分，学会怎样把数学做好，还是把这个国语写好，他已经超越那个东西了。他的那个学问太多了，设计的东西、技术性的和其他的太多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学那个过程，所以最后我们只是知道，责备孩子，哎，为什么你就是没有拿100分？然后孩子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可能有一些父母不会这样子责备，当然也有父母是会让他们具备了这些条件，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了，大部分时候呢，还是那个过程，我们只看到目标，只看到为什么我没有达到，他没有珍惜这一个跌倒。OK， 讲到跌倒的时候，很重要就是，你今天只看到目标的话呢，有一样事实就是，你今天否定了失败或是挫败那个价值，而且是不容许的。你在追求成功的那一个过程里面呢，你还没有成功之前，那些失败呢、挫败呢是不被容许的。你自己可能觉得啊，我总是会失败吧，我还没有拿100分，这样我拿住60分，至少不是拿0分，对不对？但是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学校或者是整个社会环境是这样子要求的话，你自己可能会怀疑自己，你自己可能也开始不容许自己失败。失败呢，啊，这个不是我说的，你看得到成功名人都会说这句话：失败是有价值的。他说这个价值呢，并不是他要美化那个失败，所以是一个借口。下来有看这个另外一个大家一定是认识的人，以前那个年代，人家可能会说这个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以前那个年代，可能以前我记得我看武侠小说的时候，我小学4年级就看武侠小说，然后我妈妈就讲看，其实她自己也是看 ，OK， 就是因为她常看，所以我也看，我从小就有看这些，她就想，哎，整天看沉迷这些，对你的课业其实没有什么帮助的。然后你就会听到身边的人都会告诉你，写作不会让你赚大钱的。OK，J.K. 罗琳是写作然后赚大钱的人，当然不只是他啦，古龙也是出名啊。古龙没有钱啦，他的钱可能是花掉。还有很多小说家，至少艺术是出名的，艺术是有钱的。啊，金庸也是有钱又出名的。J.K. 罗琳呢，他当然是一个百万富翁，他甚至是有排名了，在英国的女性的百万富翁，他是有的排名的。然后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呢，她是绝对有的排名。然后可能我们没有看《哈利波特》，但是你孩子看你也认识她，对不对？然后电影也是有，她真的是写书出名。但是她在出名之前，她书卖得之前呢，他走过的路，可能他失败、他跌倒那个程度，可能都是我们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
他的妈妈并不是在大学要他念这一个文学的科目，所以他自己念了文学。然后之后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写书，就是写小说，在写还没有出名的人写很多小说。然后他就结婚，他的婚姻呢只维持了13个月，之后就离婚，就带住一个女儿，然后没有工作，然后又没有钱。在英国，在马来西亚就不行了 ，OK？ 你真的是会流落街头，真的是要找可恰拉苏吉镇那个时候。在这边，在英国是不会流落街头的，因为英国有一些福利制度的，他会照顾你，他又是单亲妈妈嘛，所以他还不至于流落街头。但是在于你今天是一个大学生，受这样高等教育，你没有工作，然后几乎是没有钱吃饭，算是失败了。他讲他的失败的那个程度算是很大了的。之后他当然是成功了。他讲他失败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呢，他学会很多失败教会他的东西，就是钱都买不到的。他的所有就是你这一生里面考的文凭、资格都没有教会你的，而这些就是知识。知识本身就是无价，因为它是一个工具，它可以装备你在下一次的挑战的时候呢，你已经更强了嘛？你装备自己，就好像你去健身这样。下一个挑战来的时候，更大的时候呢，你能够面对自己。他跌倒的真的是谷底，然后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仁波切也有分享了关于他的这个演讲稿。他出名了过后呢，英国一间大学就叫他去演讲，给毕业生演讲。他讲稿的主题呢，就是失败的好处。他不是叫他讲成功，他告诉他们是失败的有什么好处。他讲，因为我跌到人生的谷底啊，是不是一定是 solid 了的，结实的，你就摔到下面去。他讲我没有跌一半，你就跌到谷底一半的时候，你还会在想，可能我还会再摔，我还会再失败。但是当你已经跌到地板了，你就知道不可能还有的再跌了。他讲其实这个呢是好的，为什么好呢？你心里有一份很踏实的安全感，因为你不会再跌了，你已经是谷底了，所以从谷底呢，你就可以爬起来，你就可以把这个当成跳板，从那边跳起来，因为你已经去到最后的了，已经不可能再输了，已经你没有英文讲的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了，因为你不可能再输了，不可能比现在更糟糕了，所以你尝试任何东西都好，你都不害怕了，因为那个是最后的。所以他说失败就有这个好处，他当然不是在美化那个失败，但是因为你已经走到那一个情况了，所以那一个失败给他的一些教训，虽然是很痛的教训，但是钱都买不到了。当然他在失败的过程中，他也认识了很多东西，比如我比我自己想象中呢那个意志还要坚强，我比自己想象中呢还要讲嘞，有毅力有己力，让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回去正常的人生再成功。当然很多人都会在你失败的时候发现一样，或者是你人生低潮的时候发现一样很珍贵的东西。人家讲雪中送炭，你就会发现雪中送炭的朋友，他就是在他人生失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谁是真正的朋友。当然你的感情他的友情经得起考验，他的感情经不起考验，所以你在那个时候失败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些人就是无法跟你共患难，这个也不是坏事啊 OK。 如果大家的缘分到那边的时候，所以他就觉得失败呢不见得是坏事，虽然大家都不想，因为至少失败给了他这样多值得学习的教训，然后装备他可以走向下来的成功。下来这个人大家可能也认识的，就是写小说创作多方面的，也拍电影，还有一套电影叫什么啊？我们一起9把刀的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OK。 他的小说有很多，武侠小说也写，文艺也有。他就讲过他出过一本书，当然他访谈里面他有谈到，失败当然不是成功，但是失败呢是一种资格，
什么资格？表示你上过擂台。上擂台就是今天有一个讲讲嘞，像我们古代的时候，武功高强的人在那边，谁上来打，然后就引起某一样产品，或者是赢得美女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叫擂台。至少证明了你曾经上过擂台，所以是那个是一个资格。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失败，至少我试过。所以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仁波切也说过的，就是今天呢，只要你不断的尝试，你就会有希望。然后有一天你会成功。你尝试了失败呢，其实一点都不可耻的。你今天什么都不做，坐以待毙，最后你还是失败的，对不对？这样子的失败呢，其实才是可怕的，因为你什么都不要做，你想反正我都是失败了，反正我试了都不成功，这样我就干脆不试，这样我的记录里面呢就没有失败。不只是罗琳这样子讲，他讲过这句的，他讲失败呢在人的一生中呢几乎是无可避免的，没有什么人不曾失败过的，不管是在学业上、感情上、生意上或其他方面，像你只要有活着，只要有尝试，真正的活着，你一定会遭遇一些失败，大的、小的、中的。如果你的人生过得小心翼翼的，完全没有犯任何的错误，完全没有失败呢，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呢，其实呢，表示你没有认真的过你的人生，你没有很好的过你的人生，其实也等于你是失败的，因为你完全都没有尝试过，所以当然肯定不会失败，对不对？这个 slide 呢，就是仁波切见好几个小孩，在科切拉呢，我们就有一个小的一个单位呢，就是叫做养的，就是一些青少年、一些小孩，就是暑晚就带这些小孩，他们就很长时间在这个 PJ 的时候呢，就在这个 MCOT Mall， 就是摆这个跳蚤市场。然后仁波切会拿一些佛像啊、佛教相关，或者是没有相关，或其他人呢会捐一些物品，二手或新的，然后这些小孩就会去卖。然后其中他们就有其中一个 project 呢，就是筹钱，卖了这些的筹钱给一个孤儿院，孤儿院对吗？筹钱给一个孤儿院，给他们买他们需要的日常用品或一些玩具什么的。他们要做的呢，就是你今天卖的越多，你就筹的越多钱，然后你才有那个资金去买东西，给帮助这些小孩。这些小孩呢就很卖力，10多岁的、少20岁以下的小孩，就在暑晚的带领下就去卖，这些小孩可能这辈子我不觉得还有卖过什么东西，摆地摊啊这些东西，可能我们你家境以前那个年代的小孩，可能要帮补家用啊，或者是要帮助家里。像我这样子，我从小可能就是因为我家开杂货店，所以你可能就会学会卖东西。你跟人家卖东西的时候呢，要人家帮你买某一样东西，你一定会面对别人拒绝你。或者是别人跟你讨价还价，然后你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要卖高一点钱，这样你才可以筹多一点钱，然后让别人说服别人跟你买，然后不要拒绝你。那个过程中，你要花精力、花精神去说服别人，然后他们要去收集，去讲嘞，问别人今天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讲嘞东西，所以我可以卖，可以筹钱。那个过程中，你就需要跟别人沟通。要说服别人，为什么今天我要给你多一点？然后你也要去搬运东西，然后要去把东西这样弄得排得美美的，然后去卖。OK， 如果大家有去过 MCOT Mall 那个时候跳蚤市场，他们就在那一边怎样的卖，那个时候就在那边卖东西。仁波切给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去做呢，目的很简单，就是特别现在的小孩啊，而且现在家庭只有一个小孩。都是独生子女，几乎就算不生独生子女都好，几乎父母你要什么东西，你要求什么东西，不是你需要的，只是你想要的，父母都
能力范围内，其实你都会满足他，对不对？只要不是叫你摘星星下来，几乎你都会满足他。所以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流汗，什么叫做辛苦，什么叫做努力的工作，更加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吃苦，对不对？因为跟我们以前那一个年代，我们的父母，你今天跟他讨钱，可能还会被他引来一顿责骂，对不对？因为以前那个年代物资很缺乏，跟现在年代这个父母能力上完全不同了，所以你会尽量满足孩子的需要。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呢，可能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完全知道什么叫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今天你没有讲呢，吃饭没有帮忙洗碗啊，或者帮忙煮饭啊，可能你连饭都没得吃，对不对？所以这个年代小孩不一样啊，他有女佣，他有厨师，有司机，他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他动手去做，所以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他就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任务，仁波切让他们学习。之后他们就卖了相当多的钱，然后就筹了钱，就买了一些他们需要孤儿院需要的东西给这些孤儿，然后他们都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啊？发现原来努力我可以帮到别人啊，就是我努力我做得到东西，我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我如果是需要帮助别人，我不一定要跟妈妈讨钱。今天妈妈给我1000块，然后买一些东西给孤儿院，都可以做到的。我相信那些父母多多少少都会给，但是就是不要用这样的方法，而是要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汗水去换取那个金钱，然后去帮助别人，让他们学会什么叫做付出。你需要付出才会得到，你不付出的话，你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很多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学不会的东西就是这一点，因为他不需要的，他不需要今天你就讲你今天一定要做了这样东西，做了什么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自己假期的时候去打工，是不是去打工你才可能会买到一个新的铅笔盒还是一个新的书包？不是那个年代了。你可以这样子做，但是父母都不会这样子做，所以他没有办法从生活中学会什么叫付出，付出了然后就得到，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任务，让他们这样子学习。因为现在小孩学不到，而我们父母这个时候呢，恰恰呢就是害怕孩子呢吃苦，我们都怕我们的孩子吃苦的。我们可能没有发现，我们可能会看到为什么这个父母这样宠小孩，或是溺爱小孩？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呢，我们每一个父母不同程度上都害怕我们自己的孩子吃苦。我们宁可自己苦，这样都不要让孩子苦。其实这个时候不让他吃苦呢，他以后的苦头呢就大了。所以你宁可他这个时候跌倒，因为你还在他的身边，你可以告诉他怎样可以重新爬起来，你可以帮他爬起来。你有能力，你有资源，你还年轻，你还在他身边。但是当他已经出去外面了，长大了，你今天一大把年纪，30岁或40岁那一年才经历人生第一个失败，是不是比你今天14岁那一年经历容易很多？14岁的时候跌倒，你发现你摔几跤，是不是很容易就痊愈了也没事了？但是你40岁的时候跌倒，不管是在感情上、生意上，讲嘞，还是事业上或其他方面跌倒，都不容易爬起来。然后你的父母可能那个时候不在你身边，或不在世了，你就没有靠山。所以让孩子在年轻的时候跌倒呢，比他长大的时候跌倒呢，离开你的时候跌倒呢更加重要，因为你可以帮到他。然后他更加容易从跌倒里面爬起来。跌倒是有本身的价值的。我还记得有一个算是畅销书作家刘墉讲过一句话，就是今天你不要剥夺别人跌倒的机会。我们就是害怕别人跌倒，就是铺好路不让他跌倒，告诉他哪里有石头什么什么，你就剥夺了他跌倒。为什么？因为他跌倒的时候呢，他才会学会一些，你一次成功
一直往前跑，然后没有挫折过的一些宝贵的课你没有上过，所以适时的要让他们跌倒，当然不是造成他的讲讲呢很大伤害或者是身体上有伤害的那个跌倒啊，这个也是要拿捏，所以就从小小的跌倒、小小的挫折给他们尝试小小的挫折，到之后慢慢的让他们更大的挫折，然后训练他们的意志会更强。这个当然就需要有一些安排和设计，所以才会有像刚才讲的这个仁波切的一些给小孩的一些任务。其实仁波切还就是针对这一次他们去这一个筹款给孤儿院的任务呢，他还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讲：今天呢，你给小孩学会什么叫付出，什么叫吃苦，什么叫做辛勤的工作、流汗，然后你赚起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不是为了自己，你去帮助别人，然后你看到别人微笑，你自己也微笑，因为别人开心你也微心。看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啊，是无价的。比什么东西更好呢？比你今天给他100万财产、100万身家更重要。你可以很容易嘛，你今天就是可以让孩子继承你的财产。但是如果你的孩子没有福气、没有智慧去善用那一个钱，最后其实钱可能毁了他的一生。他能善用当然好，所以倒不如你今天给他的财产呢，是这样子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知道呢，努力付出，然后可以得到成就。这样子的成就，他学会这样子的成功，这样子的成就，这样子的教训呢，比给他财产更重要。这个跟刚才仁波切讲的这一个话呢，其实这个是中国版的，大家可能都认识林则徐。他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亦增其过。他主要讲的就是今天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如果像我这样有才的话呢，我给他，我把我的财产给他呢，你只会折损他的志气，就是他去奋斗，去创造一个比你的父亲、比你的祖父更伟大的事业，你会折损他。因为我已经今天都有这样多钱财，我就不用去努力。所以如果他有才的话，反而对他是不好。如果他今天是不才的，是愚昧的或愚蠢的，他就会坐吃山空，然后他会为所欲为。然后你有钱的时候，他可能会做更多坏事。所以你是不是让你的子孙、你的孩子和你的孙子呢更不好？所以他主要讲的就是今天我的财产呢，不管我的孩子有才还是没有才，我都不会留给他。因为你要留给他的东西，其实最珍贵的并不是钱财，并不是财产。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不是每一个人做得到。可能我们可以讲你改一改，就是你还是可以留给孩子财产的，同时呢，你还是要给他一些让他，即使你今天不在他的身边，即使你都不在世了，他都还可以利益自己、利益别人的一些好的价值观和智慧。这个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两样都可以给。但是当你没有财产的时候啦，财产或不多的时候，就要给那个好的价值观和智慧。所以是如果我们讲仁波切讲的是用英语讲，是讲西方式的讲，而林则徐用华语讲，但是它的含义呢其实是一样的。刚才我们讲了一些，就是这个吃苦、努力付出的价值，就是要灌输给孩子。下来呢，更重要就是我们可能要给孩子知道的，就是今天呢，很多时候呢，很多东西呢，不是我们掌控中的。就像刚才的那个张医生，今天走到人生的巅峰，40岁，100万富翁。但是你在你人生巅峰的时候呢，就因为一个癌症，
让你从巅峰就跌到谷底，然后他是弹不回来了，因为他走到人生的尽头，所以你那个挫折是很大。最可怕的可能不是死亡，就是你还没有死亡之前，你面对的心理上、心灵上的一些煎熬。OK， 我们不要讲这样大的话，今天你没有得到刚才讲的那个目标100分，你只得60分，你面对的那个挫折的时候，你会不明白，哎，为什么我这样努力了？我已经一天睡觉可能只睡5个小时了，然后妈妈讲我已经每天牺牲了其他的喝茶，或者是跟别人出去，或者是逛街的时间呢，再送你去补习，然后请最好的补习老师给你，或者送你去最贵的补习班，甚至买网上课程，或者是这样多的作业簿，为什么你还是没有考100分？很多时候你就忘记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人生不是在我们掌控之中的，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一句很重要的话。OK， 赞助的这个人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孔明，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能在座杨老师这样应该很熟悉这个故事。他这个处呢，就是孔明有一次呢就要除掉这个司马懿父子，然后他就引他们到一个山谷，他已经安排好了引他们到山谷，他真的是进入那个山谷，然后他就把谷口呢堵住，放了稻草，放了柴，然后就射火箭，箭呢射到那边去的时候就起火。司马懿就是前进也不能，退后也不能，就是死路一条了的，他就是等死了。谁知道火烧到最旺的时候呢，差不多你就认为司马懿呢这个时候父子就没命了。谁知道这个时候刮了一阵大风，然后下起倾盆大雨，然后司马懿就这样子逃跑了。所以最后孔明就讲了这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倚。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强求，我的确是安排了全部，但是司马懿父子命不该绝。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同样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可以做完全部东西，上完所有补习班，做完所有的努力，但是不代表呢成功一定是在我。当然，这也不代表下一次我不会成功，下次可能我就拿讲呢99，我也可能没有100。所以这个东西可能也符合了很多东西。很多时候你以为今天我是这样有名望，这样专业，这样有能力，这样有钱，所有东西都在我掌控之中了。所以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你面对挫折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接受了，你很难接受。不管是别人拒绝你，就是今天你可能是一个考100分的小孩，杨老师应该是知道，或者其他的你们做过学生，你可能在班上就是没有朋友了。不管是因为你个人本身的，或者是朋友排挤你，你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也会有很受欢迎的第一名，他的这种讲呢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先不要讲到跌倒这样严重，就是同学排挤你的时候，像我的孩子也会回来讲啊，谁又不要跟我好，不要跟我做朋友。他要讲面对这样被别人排挤或者是被别人拒绝呢，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成长的挫折来的。我们不要讲成功这样演，那个就是你今天要交朋友，跟别人沟通，跟别人的人际关系打好，这一门课你可能就好像很小不了，但是对小孩来讲是很大件事的哦。我本来跟他做朋友做了1年级到3年级都是我的好朋友，今天突然他不要做我的朋友了，讲不要跟我好了，对他来讲可能是天塌下来了。所以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父母也要有很多的智慧去教会小孩讲一个面对。他可能这些东西他学会了，怎样接受别人，怎样接受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喜欢你。就算你是一个讲讲的模范生，对别人很好还是什么，这种东西你学会接受，在未来他出去社会的时候，跟别人相处、团体生活都很有帮助的。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就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在公司里面表现出色的我们的同事啊，不是班上考第1名那一个的，都不是高材生来的。我发现我出色的同事，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而是恰恰是怎样的一个同事呢？谈吐呢得体，然后几乎跟人呢都能做朋友，没有太多敌人，然后就是人际关系可以打得好。这样子的常常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反而在业绩上是有表现的，而不是所谓的在学校是高材生。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所以表示今天成功不一定就是考，今天我的数学100分，或者是我今天是全校第1哦，我再出来社会哦，我肯定就是表现是最好的，或者是我生活是最好，或赚更多钱。如果你成功是赚更多钱，或者是年年加薪，或者是第一销售员在你的公司里面，你会发现反而不是高材生来的。所以表示成功需要的那一个要素呢，是超越了我们每次以为的那几个要素罢了。大家可能可以上网去看，这个是仁波切最近分享出来的，就是你的孩子是不是维他命 N 不够？有谁知道什么是维他命 N？ 有听过吗？他讲的 N 呢，就是 No。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我们跟现在的父母的经济状况和条件呢，比以前50年代、80年代都好很多。你几乎跟你的父母要什么呢？几乎都讲呢，都会满足你，能力范围内都会满足你。很多时候呢，就是父母会被小孩子骗。你不要以为现在的小孩很讲呢。你看他好像小这样傻这样，其实不会的。很多时候他完全掌握你的心理。特别今天呢，你是很忙碌的父母。我看我儿子呢跟我讨东西的时候，讲要吃 ice cream 啊，吃 100 plus 还是什么时候？他在什么时候讨？他在你最忙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时候他知道你会打发他啊，去，你就给他几块钱，你叫他去买就好了。当你试一次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当然是小的，还有很多例子的。大家可能都有各自的例子。当他试一次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是巧合。他试多几次，你就知道他完全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讨一些他要，然后你可能又不是很愿意给他的东西。他们都会做这些事情的。或者是你今天是一个很忙碌的父母，然后你没有什么时间陪伴孩子。亲子时间那种有数字的亲子时间可能不多，相当忙碌，周末可能都在做工，所以他就会要求一些，妈咪我要一个新的 iPad， 或者今天谁又有新的什么游戏机，他要这个他要那个，或者讲妈咪放假的时候我要去 Legoland， 他知道你内疚，因为你没有陪他，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内疚，所以我们都给。我们到最后，我们分不出，孩子需要和想要。在这是一个教育频道来的，是有一个博士讲的，他讲的很好的，很浅白的。他就讲我们很多时候呢，孩子需要的呢，我们应该给180%，比如他的课本啊、作业啊，或者是安全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是需要。你要给他180%的给他，但是他想要的东西呢，很多的，刚才讲的 iPad 啊、Legoland 啊什么啊，或者是可能他不适合，或者他吃的太多了的一些东西，不健康的，是他想要罢了。他要求100次，180%里面你只满足他25%就好了。所以那个准则，那个原则很简单罢了，就是他要100块，你就给他25块就行了。
它大概就是这样子。简化来讲的话，我们要分得出什么是想要和需要。他这样讲呢，主要呢，他给这个关于维他命 N， 他现在最缺乏，然后老师给不到，社会给不到，这个维他命 N 只有父母给，从父母这边控制，从父母很勇敢的跟孩子说不，那一个时候才训练得到他们，而且对他们是好，没有坏的，对孩子，对我们父母也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180%都给他们想要的呢，那个叫溺爱，那个叫放任。当我们溺爱小孩子、放任小孩子，不管是为了弥补，因为我们缺乏陪伴他们，还是我们的内疚，还是什么都好，其实都没有帮助的，反而害了他们。为什么呢？他不需要讲，今天你很少会讲 ，OK， 你今天跟我看完这5本书，我才买一个讲讲嘞电子书给你，或者才买 iPad 给你。基本上我们通常是没有什么条件的，无条件就给他们了的。基本上那种情况，不然就是你今天开出了条件给他们，他可能只做了1/10，然后你也忘记了，然后你因为你疼爱小孩啊，你就算了，最后你还是满足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很多时候呢，小孩是用讲讲呢发脾气，不然就是找最多人来你家的时候，有外人来你家的时候，跟你讨一些东西，然后你又怕他哭嘛，又丢脸，不然就是去百货公司的时候就在地上哭。我们去百货公司都会看到有这样的小孩的，现在还是有的。其实很多时候呢，不是小孩的问题来的，完全是我们做大人和我们父母或者是长辈的问题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完全知道呢这一招行得通，所以他学不会的一样必须学的东西呢是什么？长大都需要的，就是什么叫做付出，什么叫牺牲。他不需要付出的，他的付出就是假流2滴眼泪，或是喊大声啊，他特别会在你讲嘞，家里喊大声哦，妈咪什么什么，好像让邻居知道哦，你对他不好，哦，你虐待小孩什么，哎，他们超会，小孩都会超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他就得逞。但是我们失去最大的东西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个时候教育他们，他们需要吃苦，他们需要付出，需要流汗，才可能会得到那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小孩，你今天会常常讲，为什么你都不珍惜你的书，不珍惜你的玩具还是什么？为什么还要珍惜呢？坏了过后呢，我还没有讲哦，我妈妈就买给我了，或者是我只要投诉一下呢，我就有新的了。所以你不可能会珍惜的，你不需要，因为源源不绝会来，会有供应，所以不需要珍惜。所以你不懂得什么叫付出，你不懂什么叫珍惜。更重要的就是你的小孩会虚荣，然后会物质为上。更可怕的是，因为你是这样子养大他的，然后他有小孩的时候，他也用这样的方法养大他的孩子，所以就代代相传。所以这个他可怕的地方就在这边。所以你看着好像很小的事情，但是他的那个影响就太久远，然后是你无法想象的。他今天不是不花省了1500块买 iPad， 还是省了几百块买某一个游戏机，它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是超越了你能想象的，超越金钱可以衡量的。但是是很小罢了。但是你可能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做了这样多年，什么都满足，这个时候来讲其实不容易的，所以就需要慢慢的做。到最后，小孩子发现你是不会向他低头的时候，小孩子很聪明的，他自然而然呢，他就会跟住你那一套跑卡。小孩子基本上是比我们想象中，所以才有人说小孩子是老灵魂。基本上他们不是我们想象中天真无涯，他们真的是很聪明的。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可以灌输给小孩的这些关于怎样学付出呢？然后什么东西都要等待，就好像你今天不可能
我努力了，我去了3个月的补习班，我就考试了，我肯定拿100分。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做耕种这个，我们不是农业时代，所以你没有看得到我今天把种子撒进泥土里面，你可能要等一段时间它才会发芽，然后还会长大，然后开花结果。所以你要等到结果一定要时间，但是不是在一个农业时代，小孩子没有直接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要教会什么小孩，什么叫做等待。所以这些价值观，好的价值观，装备孩子在面对更竞争的时代、更竞争的未来，或是更恶劣的环境，尤其是媒体影响力很大。可能他相信媒体，还相信多过父母的这样一个年代，你怎样可以让你的小孩呢健康快乐、成功？如果健康快乐是成功，或者是另不同的标准的成功来成长，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装备。而我们要怎样装备呢？我在学佛过后呢，学的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知识，就是要讲回去。我记得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是我的状况还是我的孩子的状况，他至少换了6间幼儿园。他小学呢，因为转校的关系，他也换了第3间学校。当然是这个开始的时候是方便，然后之后因为搬来文东，然后就转校。开始读幼儿园的时候呢，我的幼儿园呢，我自己是住在苏邦加耶。我的幼儿园呢越送越远，最后一间的时候6岁的时候呢，第6间幼儿园，我们不要算那种很短1-2个月的，所以就算6间吧。我送到巴生去。开始第5间的时候还只是小阿浪，还没有这样远，之后送到巴生去。然后我上班在八达岭在野，我住苏邦在野，然后我送去巴生，所以我就这样子，再这样子，然后再回家。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一天差不多花大概3个小时在路上的。但是那一段时间，当然是我跟我孩子很快乐相处的时间。OK， 那个我之后会分享。然后这样子一个把孩子送到这么远去读幼儿园，然后就被仁波切知道了。哈，送去这样远，我完全不能想象你送去离你家整个小时以外的一个小镇读书，而且还是幼儿园罢了，又不是读大学还是什么。然后之后他就通过了我的上司，转告了我一句话，他就给了我一个忠告。他说这种学校呢的教育很重要，但是呢，可能另外一种教育更重要呢，就是宗教的教育。你要给他佛学的佛法，你给他佛陀的智慧呢，比你今天这个送他去什么学校呢？不管你是不是拿奖的学校，还是什么一流的学校呢，名校呢，还重要。他也没有说今天你不要送小孩去读书，他也没有教你说，你要换学校那个时候什么，但是他告诉你就是那个佛法，我们可以给孩子的那一个最好的礼物是那个。当然这个东西可能你现在不是佛教徒，或者是佛陀的智慧呢，可能没有这样接近你。我是相信宗教教育的还是很重要的，或者是今天你就是宗教教育在你心里，就是你没有想过要灌输给孩子都好。你在给学校教育以外呢，很重要就是你自己的家庭教育，所以你才会看得到我们在那个时候中国的时候有很多什么什么谁的家书，那个就是他的家庭教育来的。所以你不可以完全相信学校的教育可以给你全部，或是学校的教育就是完全等同于人生教育。一个英文的讲法呢，就是 schooling is not education。上课呢是 schooling 来的，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方便嘛，我就把责任推给老师就好了。那一个情况，事实上我们能够影响小孩的呢，肯定是父母多。
当然也有一些老师是影响某一些人的一生，这个情况当然是有的。但是那个佛法，仁波切要讲的那个佛法教义和佛陀的智慧，可以给你的时间啊，不是那短短几年罢了，或者是不是这一生罢了，它会很好用。就算你不在你身边的孩子的身边呢，你都不用担心，完全可以帮到他。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智慧呢，都可以让你脱离痛苦，脱离轮回，让你成功有什么难？对不对？成功或致富一点都不难，那个只是怎样讲呢？小事一桩。因为佛陀的教诲呢，是涵盖很大的层面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教诲呢，会很难教吗？我们要怎样灌输给小孩？我自己亲身的体验呢，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一个送孩子去拔升读书的那个过程里面呢，我体验了，然后它只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罢了。今天我们要给孩子什么？今天你希望孩子是，比如你今天你就希望你的孩子要多阅读啊，不要每天都就是传短信啊，或者是玩电子游戏啊，不要就是沉迷在电子产品上面。你讲的时候你自己在玩电话，你说你有说服力吗？你肯定没有说服力的。所以以身作则，身教是非常重要的。仁波切讲的身教，他讲的更加明确、更深。他讲到关于教养孩子，仁波切虽然是没有孩子，但是呢，接触过仁波切的，他都会知道，仁波切教小孩是有一套的。我们这种也算是老小孩，他教我们、对付我们、调教我们，完全是有一套的。他说：“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孩子，你要给孩子真爱呢，只有一样东西罢了，就是你改变，你修心、修行、修佛法。只要你今天变，你 transform， 就是你转化自己，你其实就不用告诉孩子，孩子啊，你要学佛啊，佛陀的智慧什么什么，完全不用讲，或者是佛陀讲应该慈悲啊，什么什么，完全都不用讲的，只要你变。”它就变，而且是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变。我今天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这个是真理来的，因为我自己体验过了。当我在你自己在自己的行为上啊，自己的转化，去到很好的一个状况，就是你有实践，你学来的智慧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的小孩子是最乖的。他所谓乖，就不是叫做千依百顺那种乖，就是他会特别懂事，特别成熟。他完全就是跟住你，你今天转化，他也跟住转化。你今天做一个慈悲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有爱心的人，他跟住你。所以要让孩子成功呢，只有一样东西罢了，我们先让自己成功。所以这个东西呢，其实是我觉得是2合1的啦，就是常常我们讲，我们买什么东西都要买2 in 1、3 in 1还是5 in 1，这个是很好的。为什么呢？你只要做一样东西罢了，就是改变你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把你学的一些智慧，它不一定是你不一定要成为佛教徒，你可能就是你基督教的教诲啊，或者是其他的宗教的教诲，好的，你实践在你生活上，然后你发现你的孩子呢，就是跟住你变化的，跟住你变好，跟住你转化，它就是这样简单罢了。然后仁波切讲，这个就是你可以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了，因为我们真的不可能一辈子留在孩子的身边的，就算你在他身边，他也不见得听你讲。然后我们的智慧毕竟是有限的，而这一些智者的智慧，佛陀的还是耶稣的还是其他的都好，我们都可以用他们的智慧来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改变孩子。然后我是觉得是一举两得的情况，甚至就是有一句很好的话，就是
今天只要你自己改变，你外在的世界是跟着改变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去改变全世界其他人，然后让他们跟我们想的、跟我们要的世界一样。我们一定是从先改变自己开始。大家都可以去实验一下的，你发现你改变了，你身边的人、你的同事，还是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会跟着改变的。它就是这样简单罢了，所以你不用去苦口婆心啊，还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劝导别人，不需要的，就是你改变先，是完全是行动的，然后它就是这么奇妙的，世界就跟着改变了，因为你的改变。如果大家呢是接近佛法的话，能够接受佛教的教义的话呢，是可以去仁波切的博客的。他不是讲佛教的教诲罢了，他有时事、有食谱，有关于素食的，也有动物的，他有很多名人故事，然后有一些有趣的，全部都有。这边呢有太多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智慧。你不一定要成为佛教徒的，因为你看过去的时候，你不看佛，它只是一个小部分罢了，就是佛教的那个部分，它都有很多是我们完全可以用实践在生活上，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家庭和孩子的。它完全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保障，就是一个资源，大家都可以用，而且全部是免费的，很多东西都从这边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学习到。好，谢谢大家。请问你一下，如果是孩子长大了10多岁，通常是叛逆时期，我们应该怎么样要对待这些孩子呢？因为通常在10多岁了，他们是非常的叛逆的，说是让你说什么东西，他是听不进去，也不要听你的解释什么东西，他有自己的一套。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呢？去怎么去解决这个叛逆的小孩啦？叛逆的小孩呢，我少年的时候应该是叛逆过 ，OK。我们都走过这样子的一个路。对我来讲啊，我是觉得如果你今天青少年的时候你不叛逆的话，应该是枉为少年了。虽然老师会很头痛，家长会很头痛，他在少年的时候叛逆。很多时候啦，以我的理解，他今天要的世界，他对这个世界或社会应该有的理想和模样，跟真正现实里面他遇到的呢，可能刚好是相反的，或者是差距太大了。我遇到的小孩，或者是以我自己少年的时候的经验。因为你想要的社会，你理想的生活和理想的社会，你有一套理想，但是你发现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你想象的。你希望社会是公平的、正义的，每一个人都是将来那个生活是美好的，但是恰恰社会是没有的，不只是。不认识的人，整个大的政治人物也好，整个政治体系，整个国家，他们没有扮演他们的应该做的责任，然后不是正义的社会。你看到不公的一个情况呢，它是没有得到伸张的。对我那个小时候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很难接受，然后你会发现很无助，因为你不能够改变。你一直觉得你很渺小，你不能改变，到最后你会更失望。当你发现，如果连你父母可能都是这样的情况，或者是他可能就是告诉你，不需要努力了，因为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很失望。所以，我们肯定不能改变大的社会。你可能跟小孩子沟通的时候，或者是不管你是老师、校长，或者是长辈。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家里没小孩，但是他是别人的姑姑啊、叔叔或伯伯，或者是表姐表哥。仁波切讲过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小孩子呢，今天你不要看他这样子，你跟他讲什么，他好像没有
没有反应。其实他全部东西他都收起来了的，他就像我们的记忆卡里面，他全部收在记忆卡里面，然后全部在里面的，可能还排了、分类了、归类了，他完全都已经是收录起来了，完全是在他记忆库里面的。然后他会知道呢，这个人呢，或者是这一组人呢，是虚伪的，或者是不正义的，或者是不是真心对待我的，他不会跟这样子的人相处。他完全是记起来的，你可能以为他不懂，或者是没有出声，其实他完全知道的。他可能没有这样好的用一个好的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呢，让小孩子一开始呢，不是改变他，而是让他信任我们。他信任你的话哦，他才可能会告诉你他在想什么。不然他不可能跟你分享他的东西的。就像朋友里面，因为我不信任你，我不会分享我的东西的，所以你就要让他信任你。这个信任当然就是不是一个做出来假让他信任你，而是你今天一心一意就是为了帮助他。我们都走过青春期，青春期看了好像懂很多，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东西我们其实是一知半解，然后是很迷茫的。我在那个时候当然就没有做了坏小孩啦，但是你很迷茫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遇到良师益友。当然我发现世界回报我啦，我到我中年的时候就遇到了我的上司，所以那个良师益友很重要，他可能是你的父母。所以我们可以让孩子信任我们，就是你今天是一个像之前讲的，就是你今天是一个外面和里面一样的人，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小孩子完全感受得到的。你让他信任你，然后你跟他相处。当然有时候就是像我孩子这样，他会因为他喜欢小叮当，他会强迫你跟他看小叮当。然后不然就是重复了又重复小叮当的故事，那一集的故事我都不知道他讲了 N 次，所以你就没有办法陪他看 ，OK？ 但是呢，他讲的时候就停下来的故事，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办法陪他一起做，你还是可以有部分的参与。如果你能够一起做呢，那个情况当然很好。有一些父母可能真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父母，就像昨天这个舒婉跟我分享了，有一个就是拯救黑猩猩的一个女英雄，大家都知道她是黑猩猩的权威，叫那个 Jane Goodall 啊，她是很出名的人来的，她应该是整80岁了，还世界巡回去讲关于保护猩猩的。黑猩猩的，原来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妈妈。他妈妈是一个怎样的妈妈呢？他小时候就对大自然很好奇，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现蚯蚓。他来马来西亚巡回演讲的时候讲，他就把蚯蚓全部挖起来，他放去哪里吗？他放去他的床上，跟蚯蚓一起睡觉。我听到说啊。我在想，如果是我儿子这样的话，我应该就骂他了的。但是他妈妈竟然没有骂他，妈妈就告诉他：“哎，你知道吗？这个蚯蚓哦，离开了泥土，是不是就活不了了的？你要把它放回去。”他说：“哦，是啊。”妈妈就把它放回去。他没有讲呢，用责骂，所以因为他好奇嘛，他对蚯蚓好奇。在另外一次的时候。他就去一个亲戚家农场，结果他就看到母鸡会下蛋，但是他看到蛋了，但是到底那个蛋怎样来的？从嘴巴出来还是怎样的？所以他想要知道，他就去蹲去那个鸡寮那边，从蹲到傍晚等母鸡下蛋，结果他终于知道母鸡怎样下蛋。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不见了的好几个小时里面呢，每一个人都在找他，这个小孩怎么突然不见了？结果
他妈妈找到他的时候，他跑出来的时候，弄到整身肮肮脏脏的时候跑出来，他很兴奋，他跟妈妈讲：“哎，我终于知道了哦，鸡蛋哦是从鸡的屁股里面跑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新发现，对不对？但是对你来讲，当然是从鸡屁股跑出来，干嘛？不然怎么从嘴巴出来？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其实就抹杀了他的一个小孩子好奇心。他妈妈没有，他妈妈没有骂他，哎，我们几担心你知道吗？什么什么？我肯定是会骂的那一个啦。所以他有不同的妈妈。然后到他21岁那一年，才21岁哦，一个女生，在那几十年代，她现在80岁，那应该是大概是整60年前的那个时候。就算是这个时候哦，你的孩子跟你讲你要去非洲做研究，CK 现在你应该不会让你儿子去，是不是？他说他要去非洲做研究，21岁，然后是女生，他妈妈没有讲不要了嘛，他妈妈让他去，甚至有一段时间呢，他妈妈陪他住在非洲，陪他一起做研究，所以你看得到这样子成功的一个孩子啊，到最后可以利益社会、利益这些野生动物的人，他有不一样的童年，所以他有跟他妈妈可以分享他的兴趣，可以跟他一起做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就算不能都好，至少他能够允许他去做，没有一下子就讲不，或者是一盆冷水就泼下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缺乏的就是小叮当有什么好看，每天都看一样的东西。但是对他来说，小叮当世界是另外一个，他有创意啊，他有一些他想要做的东西，一些发明，可能他对一些这些东西有兴趣，可能对他以后做一些创意的工作有帮助。所以我就安慰自己 ，OK 好，继续听他小叮当的故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陪孩子度过那个时间，让他信任我们，可能慢慢的可以让他们跟我们分享一些东西，给他知道他的想法，而不是当他一讲我们就拒绝他。这个时候他定不会告诉我们，不会跟我们讲的，然后他就是阳奉阴违啊，小孩都会这样，我们大人也会这样嘛，因为你都不让我做，这样我干嘛告诉你？这样我就偷偷做，或者是我明知道你不喜欢这样，我就做，因为我不觉得你真正爱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的爱很简单罢了，就是因为你没有陪他看小叮当，他可能真的会这样子认为的。或者是今天你叫他去同学可能有一个讲的聚会，他就是希望你回去，然后因为他要找他的朋友。但是你没有办法满足他这样子的，他认为你没有照顾到他的那个感受，就是他要见回他的旧朋友。对他们来讲他不是要求很难做到的东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看得很小，因为我们忘记我们小时候是讲长大了，很多时候所以就忽略了他。我是从我自己做少年的时候的那一个情况，我其实虽然都不小了，我还是叛逆的。很多时候你主流社会不容许你的，或者是今天主流社会认为对的，但是我所学的，刚我知道或者是我观察的，我觉得这个是错的，你就会做一些刚好跟他相反的。其实叛逆不一定是少年的，但是少年的时候总比老年中年好，我是觉得了。但是那一段时期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让他有人引导，他可以是很积极的介入参与，或者是从旁的在观察。你可以让他知道，其实小孩都明白了，你可以告诉他，就算他没有告诉你，我今天知道你这样的情况，我也年轻过，怎样，我曾经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你都可以跟他分享。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样东西，基本上你是在他身边的，
你一定支持他的，可能我不了解，但是你不可以做伤害自己，一定要有底线，告诉他不可以伤害自己，不可以伤害别人。你可能要有告诉他一些底线，我可以给你支持，但是你不可以做这样的东西。然后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告诉我，我可能还是会骂你啊，但是我一定是你的靠山。最重要这一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啦。所以不然他会变成去跟可能是一些不可靠的人寻求帮助，比如你跟你的同学寻求帮助，然后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结果不大可能帮到，所以可能就是越搞越大的东西。所以你可能要让小孩子知道这个认知，你肯定是在他背后的，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啦。很多时候，很多我们那个年代的认知或知道的东西，在这个年代可能我们是用不到了的，他们的想法还是会有变，但是那个方法可能会有变，我们要应对的。但是只要我们让他知道嘛，我觉得应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总好过我们借助什么心理学家。我并不是讲心理学家不好，或者是找什么辅导专家。有一句话很好笑的，这个是真的是调侃的话，越辅越倒。我们不是说辅导专家不好，而是怎么可能会有人比你更了解你的孩子？他是你生出来的。当然，有例外了 ，OK。我的上司可能比我的母亲还是父亲更了解我们，那个情况可能会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责任假手于人，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你知道他的敏感点在哪里，外人可能未必，专家可能会用很专家、很外人的角度来看，有好处的，因为他客观。但是他的不好的地方可能是，他可能不敏感小孩一些东西，对小孩可能会有另外的伤害。还是可以寻求啊，但是可能你自己，我们这一方面可能真的也要解决，也要给他知道我们可以帮助他了。希望答到你的问题。Jangan Century Poche, Make Pana Kikuchi, Kia Panya Pami Payang, Goni Gundu Bewasho, Tony Dowari Poche, Make Pana Kikuchi, Kia Panya Pami Payang.